政府啊，人聊的一言之下，生活上所以啊，开发店开广来的嘛，是不是？一定啊，当时你看我们提供，这个干，包括给干货了，还有老家里，我家里我家政府嘞，看他这样，他们很包，比较多，你哪里包，不跟花，那真的，对嘞，还有那个看我有点包。最起码很真心诚意啊，他店立下去之后，所以高峰才起开的嘛。你刚嘛开好，但主要是刚讲的嘛，最高量加上量，把它给能够将去了。50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至少了吗？其实也不是啊，是我们的愿意。因为会关的业关，你要是听听你会关，因为是全是分数单好呀，那可不干嘛？最关不用管，我管这些即可，我担保这几个，担保这几个对啊，因为咱是一定他都看，咱的关系我懂，咱的事情咱就一起，我来一起讲，但是我的忘记了。我跟老院跟马业同说，他是真心诚意的哦。最关殷勤上班，现在很担心，这个紧张。所以呢，老师提供说，我的规划不做紧张对，愿意是陪伴在公司的成长里面。所以我们用鼓励跟紧张，做自己的紧张嘛，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玩可以玩很棒。所以不能玩，要喜欢，烟关上，跟你跟自己有点有关。你看我们这个成长里面举单这关，举会举举单这有人会举关嘛？这第二嘛，我要这几个人会关啦，我说我我们讲妈都我自己的嘞，我有自己玩，从外头那资料，大概因为资料A玩，我是我来去玩，A玩啥？多哦，但是咱现在说这个玩，你跟13陪伴在人生的13里面，不会，所以那个方法好的，A玩。是地方讲，我是讲，当然做一些靠不归属自然咯，是这样的，不是嘛？这一种不是嘛？所以这个的，因为但是那这个很棒，但是陪伴在这个时代里面咱管水要咱自己明白，咱老师对我老师的教育，咱爱心还是属于。是有万能的，对不对？很大一起担，一起承担啊！所以那这个网络业关的新单当有沟通，咱是接到老师接大机构，咱是一个小机构，老师都是评估啊，来分担一些的，所以老师的关很多关心商德来开播的，你开动起来可以的。是讲咱大家共同的关，但是关于这个事情，爱陪伴公司的承担里面，咱的管理是承担嘛，做管理无理无中实力的分析，目的不纠啊，是咱对关系影响的影响的，所以现在是咱有很多人员，那么现在不好，是台湾不好是伙伴。是在一个卫生间才会满天星斗都下去，等到夜天下天高。第二个是我外面，我这火山不通过都好玩的啦，来嘞帮微观的工作啊，所以用体验下来的生意在哪呀？我喜欢回来呀，所以。刚才在说的里面，那么你可以自愿而来，所以无关
情况，有面心还有面，心还有味，那么这关，我没听。因为咱在这因为本来上当时嘛，正常减肥，天天拿爱好呢，都不行。咱当时啊咱不嘛讲，所以他都在那里，当然我当时在现在。你看，都好天啊，都天天都不行。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呢，咱有分别，有分别，有困难。忙碌的天气的时阵，很难起来。那个人的心肠，有关担心的，担心劳累的，那个呢，表面一看，是表面一看，有高跟表面跟表面。免过油。所以讲，咱在是讲，爱前面爱后边，爱过关好，这个很多不可以。都可以，担心嘞，然后呢，身累、心不累，心上、心很亮，然后乐此不疲，不靠光都想破，担心都一样。所以呢，你给这个父姐姐对家，不说让王姐表现愉快，你不讲话，这天的人觉这个男人讲话，这个表现愉快，这个表现愉快呀，对不对？承担责任当中。担心劳累，担心的人家担心水，有些人用到不水，有人不用，这个都不道理。那这个环境当中呢，有始有终，这个都道理嘛。所以咱人家，咱们也有常常在学习过程当中，修复过程当中有考验，一定有的多多少少。但是呢，那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刚刚刚刚都有困难的，现在我们在学习，看大家我们学习，刚考试啊，我考到然后读了，才来轮回啊，所以呢，咱怎么去学习？有业务当天，所以这教育提高咱专业的补分班，咱专业的补进这边的这3起码3天课，我也不会，但是我们之后了都不会，我们都老板了，我唔好俾了啦，我接班啦，你那有资料，现在的机会，了完的机会，了解的机会，所以补班起码3天，8条，我愿意说，苦口婆心啊，因为咱不光完成了，咱自己影响。教，去导人，去救人，然后是我用在人才，让他热当初，让他真的如意真正一点，然后走上很起码苦口婆心，因为他起码说一句，没有一句，但是爱苦口婆心，喝在商量，跟他讲看法，所以这个当初，因为呢，想到当初他今晚上年纪。放很高的，因为他喜欢这个些漂亮的女人，也避免我的等于就是当即便他这种在起来，新郎太和这个新郎太长得太痛苦啊，这两个人有的那是一个比较经验的。你按这个都是对的，也是对的，所以呢，咱们得有信心你这单光按出来真的，所以咱们有一方起码这个用心的老光就值得相信，对不对？如果他哪里有有用心很多，他是人才来了你不能听到我们这理解吗就是有听说所以他做了很多人，一天一挑人，虽然讲清楚话，讲这个东西都有这个不的懂，我哪里负责的东西，那把你有一下，我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的提供标准、标量，我们的当我这个也是里面啊，
真的，我当然啦，有说吼啦，之前我讲的那约束嘛，就是开始论。因为咱其他人了，这个了，咱就是情操里面的。情操是亲的，咱家咱人员讲的，咱会在毛听过吼，咱平时我是咱三天我三天是吼，那有听，就是咱们应该有信息啊，最关键的要有保护力。住在按主任，所以上面中其实我觉得我们不一样，因为咱人比较了，然后这里面从悲观后代，那个咱要按科学习，因为咱是有会学习嘛，会学开心，因为跟咱们的都是这些读书的话，对不对？尤其在这人讲，也是一个大部分的有啊，干扰很多，对不对？所以你对这一年，他的尤其在这些社会，反正是这个社会，外在诱惑不对啊，所以你外在你有那种不主义，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在其他地方，外在引诱很多啊。外在引诱比较多啊，包括夫妻命、犯罪、友情，就是外在引诱真的很多，所以他很不主义。二主多义，亲人亲安、亲热、干，一般呢，有他自有，一般哪个都是的，他们。早餐间啊，那是他嘛，所以那个外在主要的是你不主义，爱在他。你这个在心有办法控制，他控制不了你，因为当他有习惯说放在掉的嘛，那他得告诉去华马是什么呢？因为有一点人讲有男女三点讨论，你当地这些民族经验当中，活动当中，都得变化，所以当然有应当就是做的话，因为是他的心被做的有当然心，他的心有主办有情绪，他们有那种情绪。既然是民族的时候，那种是什么的呀？这一块呀，但是呢，既然当时去年啊，他控制自己，所以我们讲这个控制控制。既就咱会当控制自己，什么不讲话，我们不要什么的，他爸不觉得来这个东西啊，休息啊，然后休息，你得来，他们说你要睡觉休息三分钟，再来嘞，你讲什么？最好早点就行，就时间长作业。特色当中，那环境就是你家这里没有文化，那将就看里面在理解作用力，再来讲，那个人化，所以有没有特殊性？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咱都按你生活上生活上的种种北西啊所以他马上就到生活了，你起来你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就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你真的有名啊，上班的有名啊，打工的有名啊，做工作的有名，就更出的有名啊，还有名来，生活上种种点起伏变化，所以一路工作当中，你当家当的测量你的公务有为，那还有长期，长期高上有东西，还有婚姻关系，还有亲密关系，就是像的关系，那有像一些的关系的时候，那家呢，如果亲子讲夫妻之间讲的幸福係摩擦的時候，那家講。講嚟講去，那係講唔講唔講，講嚟講去。